大家好，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煲湯。呢個煲湯入邊咧有海參嘅，咁我買啦呢啲乾嘅啦嗬，咁細條就咁啲多。咁我就煲滾水嘅啦，煲滾水之後咧，咁我就俾咧檸檬落去撇啦，咁跟住咧我就洗乾淨，咁就俾啲薑片，咁就俾放喺雪櫃浸2日咁上下，佢有咁大條啦，一陣備用。好，咁我而家咧啲材料準備好晒啦，咁有排骨啦、花膠啦、雞胸肉、鮑魚、海參、紅棗、薑，仲有呢啲酒嗬。咁如果你唔喜歡酒咧，你可以唔俾嘅。只不過呢啲酒係我自己釀嘅，釀咗成7年幾噶啦。咁我就為俾1碗酒啦，放落去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可以行血啦、補氣啦，同埋瞓覺瞓得好啲嘅。OK， 就係咁樣咁多。OK， 咁當你洗乾淨啲鮑魚嘅時候，咁你咧就有用嘅錘下，或者用個刀柄啦，咁你揼下佢，咁揼下佢咧，就一陣煲咧就好容易腍嘅。OK， 記得將排骨同雞肉要飛水，去除血水。然之後咧，將所有材料放入湯煲，加入約2公升清水，用中火煮滾之後轉細火。用慢火煲2個半至3個鐘頭，等個湯味變得濃郁香滑。等啲湯煲好之後，可按個人口味加些少鹽調味。將花膠同海參切片一齊放入湯入邊享用。呢碗湯味道鮮甜，香氣撲鼻，滋陰補氣又清潤，最適合秋冬時節享用。希望你鍾意啦〜